主耶穌基督給我的熱情，作者青蘋果，愛萬民靈修分享。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而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羅馬書1章16至17節。呢一段經文係聖經嘅教導，亦即係神嘅教導。如果你辛勤工作，為嘅係自己都唔多在乎嘅工作嘅話，咁樣就會構成壓力㗎喇。但係如果你好俾心機去做一件事，嗰樣嘢係非常之喜歡咁樣做嘅話咧，咁樣就係熱情或者係熱誠啦。而我就係真心咁樣有一種熱情去見證主耶穌基督嘅救恩。我係好單純咁樣要將佢嘅福音介紹俾你，因為呢個係神俾你最重要嘅禮物，亦都係主耶穌基督俾我哋嘅一種生命嘅使命同埋意義。信唔信啦？如果你研習聖經嘅話，你就會發現主耶穌基督對你嘅無條件嘅愛，甚至係願意為你付出肉身嘅生命，去作為你所犯嘅各種罪孽嘅贖價，所以以致你能夠與神和好，並且獲得永遠嘅生命。喺主耶穌基督復活之後，升上天堂之前，佢最後嘅誡命就係叫我哋將呢個福音去話俾呢個世界上面失喪嘅靈魂知道。由於呢一個係最後嘅吩咐，亦都係應該係最重要嘅吩咐啦。所以我哋知道嗰個重要性，我哋就充滿熱情咁樣去傳福音。有主耶穌基督嘅愛喺我哋嘅背後支持住我哋，成為我哋愛萬民嘅愛嘅主要來源。我哋愛上主耶穌基督，所以我哋愛萬千失喪嘅靈魂，因為係主耶穌基督最紀念嘅事情，最後嘅吩咐，俾我哋最重要嘅使命。我哋必須去跟隨主耶穌基督嘅吩咐，因為呢一種熱情係愛主耶穌基督裏面嘅行動嘅實踐。我哋基督徒必須有呢種熱情，主耶穌基督嘅使命才能夠賦予我哋生命嘅意義。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感謝你賜我哋傳福音嘅熱情，令到我哋嘅生命有拯救萬民嘅使命，使到我哋變得有意義、有動力，願意每一個基督徒都能夠明白你嘅心意，先求你嘅國同你嘅義，咁樣你就會令到我哋行喺你嘅旨意之中嘅時候，事事順利，樣樣亨通，並且我哋一切，並且供應我哋一切所需嘅生活條件。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如果你哋有感動嘅話咧，就俾個 like 我啦。如果你哋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就撳 share 啦。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就歡迎你撳右下角嘅鈴鐺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願神大大嘅祝福你，再見。